恁规身钱来分我啦，可怜我一个。对，是山边啊啦，啰嗦啊。较好啊啦。嗯，迄乞食吼是歹命人，淡薄仔本领哪有要紧？对啦，来，这3文钱分你。多谢吼，互你大趁钱哦，多谢多谢。哎，老岁啊，迄个王先生的第三囝婿吼，是真歹命呢。就是安尼。乞食就是乞食啦。也想讲哦，要去甲人将军，看通安尼得一粒功劳，通好做官无？也得结果。就是啊。人讲吼，生死有命啦，富贵在天啦，这个免讲的，对就是吧？安尼，甲无迄个命通好做官，就是无迄个命通做官啦。对啦。结果吼，伊伫战地，去死伫遐官兵的手头。就是啊。有啊。大哥，二哥，是啥物代志想？啊都。无啦，阮是吼要来甲你讲，相国夫人来啊，因轿吼嘛已经过叉桥啊。阮母亲是安那会突然间来咧？就是要甲你讲。大呀，你毋是叫我毋通讲，你讲吼，莫互三地夫袂想要伫因老母未来的时，就大声哭，你家己公公要转出来。别使讲，我莫讲。大哥、二哥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你哪会唔讲啦？无啦，地夫啊，都讲阮两个吼是有人咧摇啦，摇讲夫人一定也是为着这桩代志来。啥物代志？无啦，飞伫小等下你就知啊啦。对。哎呀，夫人甲大小姐来哦，咱店家我看无方便，咱来小后壁比者。好了，行。哎。母亲，大姐、二姐，想袂到恁会来看我，今日要来细坐。厝内哦，实在足歹势，遐济人。拄则我就带一寡滚水，我来泡几杯仔茶互恁食。茶里哦是我亲手去办的，虽然无咱上午遐尔香，毋过哦真鲜呢。我泡2杯仔起来，互母亲你食看卖啊吼。是啊，三妹，平西大军已经班师回朝啊，而且西凉国也已经写行书、行表、行符啊。不但是安尼哦，恁大姐夫这嘛已经封为定国公，来恁二姐夫哦，这嘛官封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掌握全军的兵权呢。要那安尼四郎是封什么官？伊哦。大姐，四郎到底是封什么官？大姐，母亲，骗鬼，骗鬼已经战死3场。三妹，四骗鬼哦。是死在西凉国一个女将的手头，
这是恁二姐我亲目睭看的呢。三妹啊，无错，三妹啊，小姐，小姐，三妹，小姐，三妹，小姐，无错，小姐，无错，小姐，无错。你教我俩倒转来去上课，你教我俩食，教我俩困，甚至你若无爱见你无你，你什么人都免见，只要你陪我俩就好。母亲，阮前世啊，万世啊。相负尽，保存一世，彼来世家里。三妹，你何必死守？离婚票贵，无穿愿做四家贵，我两手下着比文辉。弟啊，小姐，
不言。如今人世难相见，